例題一，假如已經知一條直線佢嘅斜率係負2，並且咧通過 P34呢一點，想請問呢條直線嘅方程。逢親求直線方程，我哋必須要想辦法得到呢條直線嘅斜率。由於題目已經俾咗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可以直接寫 m 等於負2，然後我哋就可以直接求直線方程噶啦。首先呢，我哋利用佢俾我哋嗰點 P34，以及直線方程上任意嘅一點 xy 呢，計算佢哋嘅斜率。因為直線上任意嘅兩點呢，應該個斜率都係一樣噶。咁所以呢，我將 y 減4除以 x 減3。既然講到佢哋任意兩點嘅斜率一樣呢，咁所以呢個嘅斜率就會等於我哋剛才揾出嚟嘅負2啦。但係要留意一點呢，我哋跟住落嚟就唔係解方程喎，因為我哋有兩個未知數，我哋要將呢條方程呢寫到一個大家一般都會睇得明嘅公式，我哋稱為一般式。咁個過程係點樣呢？成個過程都會利用天平法。我哋首先將呢個分母 x 減3由隨變成個對面，咁我哋右方就會得到負2乘以 x 減3。拆完右邊呢個括號，負2乘 x 得到負2x，負2乘負3得到正6。咁我哋得到呢條公式 y 減4等於負2x 加6，美觀好多啦。但係我哋都要將所有未知數同數字放喺一邊。咁到底我將 y 放右邊定 x 放左邊呢？咁由於一般式呢，我哋 x 嘅係數並不會係負數㗎。咁所以我哋必須呢將右方呢個減 2x 利用天平法移去左方。咁即係話呢，我哋嘅 y 要保留喺左邊啦。同時加6，我哋都天平法移項變成減6。咁我哋化簡完得到呢，我哋嘅直線方程就係 2x 加 y 減10等於0啦。嚟到例題2，今次題目俾咗已經知有一條直線，佢係通過 A 點-5、-4，同時都通過 B 點-9、2呢兩點㗎。咁我哋要揾佢嘅直線方程。同剛才例題1嘅情況一樣，我哋第一時間呢，其實就睇下可唔可以揾得到斜率㗎。咁斜率 m 等於，但係今次呢題目冇直接俾我哋。根據我哋初中學過嘅斜率公式，有兩點呢，我哋可以計得到嘅。條公式就係利用 y2 減 y1，我哋呢度就用咗負4減2除以 x2 減x1，咁我哋就用咗負5減負9。同學可能會問，前後調轉得唔得㗎？絕對係可以㗎，你都可以試一試。最終嘅答案呢，應該都會係計到負3/2㗎。而斜率公式嘅精髓呢，就係在乎於你打直睇落去佢嘅第一點 x 同 y 呢係屬於同一點嘅。如是者，我哋就可以利用例題1剛才學過嘅，就係揾任意直線上一點 xy，同我哋其中一點已知嘅坐標呢，計算佢嘅斜率。因為喺一條直線上任意兩點嘅斜率呢，應該都係呢個負3/2㗎。咁所以我選擇用 B 呢一點，原因就係剛才我後邊都係用 B，咁所以我照抄返落嚟呢度就可以啦。所以我哋會得到一條公式 y 減2除以 x 減負9會等於剛才計到嘅負2/3。公式已經有啦，呢個都係直線方程嘅一種，不過呢並不是我哋答案表示嘅形式嚟㗎。我哋目標呢係要將佢變成一般式。同樣，我哋先利用天平法處理咗啲分母先。x 減9即係 x 加9啦，而除造成，咁我哋就變成負3乘 x 加9。分母呢邊嘅2，天平法2除造成，會得到2乘以 y 減2。我哋接下嚟嘅下一步當然係拆括號啦，但唔好唔記得我哋終極嘅目標呢係要做一般式。一般式嘅意思就係將所有 x 啦、y 啦同埋常數項放喺同一邊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判斷啦，究竟放晒喺左邊定右邊好呢？由於拆括號之後，呢個 x 嘅係數會係-3x，咁所以呢，佢需要移項去左邊㗎。咁即係話我哋最終嘅目標係將所有 x、y 同埋常數移晒去左邊嘅地方。當然移項都唔係亂移啦，-3乘x、-3x
係利用天平法二減做加，咁所以會得到3x。二乘 y 得到2y。數字呢，大家可以慢慢運算，因為2乘-2係-4，-3乘9係-27。右方嘅-27而減做加呢，係變成正27。最終呢，正27減4呢，我哋會得到正23。咁所以直線方程就會係3x 加2y 加23等於0啦。想知呢個方程啱唔啱？佢由於係通過晒咁多點嘅，咁所以你可以將 A 嘅點代入去，睇下左方等唔等於右方，B 嘅點同樣啦。